冷冷的风，西洋的现切，情啊人生。等你，迄搭好天空也是，有时也是啊。虽然不输得开心痛，怎样花开满丛？但愿好运都会你行，青春一条河，斗阵行，我梦也已经红。我随着啊，只有你，我才飞过千山，咱拼命的坚持。欢迎你准时收看咱公司第2台新春特别节目，我是大连的小大伦，我是陈思安。嘿，伫咧遮吼，因为咱过年期间一定还来讲遮好话。是啊，大连要祝福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咧，免钱、免厝、免用缘，人行拢大连。哦，真正大家拢练入来安尼哦，真好。啊，思安伫咧遮呢，祝福大家安呐，一切平安顺遂，大团圆。阿弥陀佛。这有舒服的肺。哦，是啊，不过平安真重要，对啊，对无？若无平安，一切就免讲，拢免讲啊啦，是对无？当然，这过年期间吼，真侪人拢会可能去受水啦，嘿，倒顶遐，倒顶受水，嘿，像讲我一个好朋友，咱有共一个好朋友吼，嘛是你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伊最爱受水的，你知影什么人无？知，嘿，像，人伊即马伫因兜好好，恁也要敢讲出来，不止他啦，张妈秀清，就爱拍目睭的安尼啦吼，休闲娱乐啦。但是，咱两个就较无共，气质较。对啊，你看，咱伫遮尔好的气氛，咱两个第一摆伫即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气氛，文青式的相遇。因为咱两个人有一个任务，要放歌给大家听，对不？所以咱今日吼，其实有安排足侪好歌的。而且这些好歌拢非常的经典哦。没错，少年人嘛爱，中生代嘛爱听，啊，还有咱这银发族的时代，大家拢听有诶，都非常经典。是，所以今日吼，第一个咱要来讲的吼。这位吼，真正咱时代嘛熟悉，因为本身嘛是一位时代。伊叫做陈明忠老师。陈明忠老师伫今年嘛有得到金钟奖人文纪实的主持人奖呢，太厉害了。所以伊这个奖就摕到了，伊3金到位啊。太厉害！像讲咱的偶像艺人是介意日本的，介意这个美国的，伊是介意咱本土台湾的这个乐琴的这个大师，就是红麦达啦。你知影啥无？丹达的伊片名就是红麦达啦。姊啊，你真正是博学多闻，而且伊敢若为伊写歌呢。对吼，就是这个陈明忠老师咧，因为伊的偶像就是丹达老先生。丹达对咱台湾啊，整个这乐琴吼，当算讲是咧，咱的这民谣哦，上介厉害一个老先呢，对不？所以啊，伊就为伊来写一首《红麦达啦》这首歌曲。对。啊，我想要来介绍这首歌是谢明佑所写的、所唱的《行》。其实谢老师吼，伊伫咧过去咱华语当好迄个时阵伊写足侪歌，制作足侪唱片的。是。但是吼，你知影人一直写，啊，佮大家大量吼要爱这的情歌，所以写到哪无味。无味。无味了，伊开始怀疑讲，我伫这音乐界，我这个人佮有啥物款的作用？所以无形当中煞哪得到忧郁症。有出病啊。有出啦吼，有出了，伊就想讲，若无我倒转来我求学，佮成长的所在就是台南。伊一转去遐了吼，规个人放松，开始有搁较侪无共款的创作，写伊家己，写伊所看到的一切，所以呢，咱要来听伊的《行》这首歌。哇，这两位拢真系是足厉害的，吼，音乐大师啦。对，无咱即马就来听这红麦达啦，还有《行》这两首歌。好哦，来过一个好年。
什么人要来牵？要来牵阮的手？阮来的时，行着白白的沙坡。阮来的时，行着白母的脚步。是毋是梦？当少年无烦恼的心，予阮想起阮来的愁死落。是什么款的日子？是阮生活的滋味，是人心的苦，甲甘蔗的甜，是什么人可阮想起阮来的故乡，是阮的闺娘，甲长长的梦。是什么款的日子？是阮生活的滋味，是人心的苦，甲甘蔗的甜，是什么人可阮想起阮？行，沿路行，行，慢慢行，经过少年的囡仔伴，嘛经过失恋的丁仔脚，搁行。
继续行，行，沿路行，行，若一段。听见阮囝咧叫阿爸，嘛听见几落声再会啦，来行心爱的斗阵行，直直咧弯桥的看无尾的人生。留一个寂寞的、无影赶路的面，时间伊不捌停。大雨大风，咱着头咧咧哪停哪行，爬行落山。咱着一步步稳稳啊行，有好风景，小暖一个仔脚，有双坐路，心抓好定，长远世界。拢嘛家己扛，家己输赢，梦一大饼，拖着半路阮长长的影，好野山车，好命也歹命，路也真。阮戆戆啊行，行，沿路行，行，继续行。若讲到过年吼，我就想到咧，有真济吼，咱需要感谢的人，对无？有足侪人先摆咱甲我照顾的，像讲思安姐你嘛甲我足照顾的，吼，啊，有你的爸爸，就是咱这个经典的播音员，这个梁山兄。所以啊，有足侪咱台语歌手啊，拢是接受恁兜的这个照顾，你知影无？我有想要甲你请教一下，你甲小虎哥两个人感情就好。这甲梁山兄敢有关系？哦，有哦，嘛有关系。阮这种渊源、有典故的。来讲看卖啊。迄个时阵，蔡小虎是对这个五等奖的节目，好红甲足红的，收视率嘛真悬吼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伊有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伊五等奖的制作单位吼，想讲哇，伊的收视率遮悬，人气这么旺吼，咱哪来帮伊开唱片公司？哇，伊若毕业了马上。对，当趁钱，吼，所以伊就有甲伊问讲，啊，阮开唱片公司，你要来签无？啊，这个时阵小虎哥就想讲，哎呦，啊，你即马甲我讲，这个话我已经伫要比赛会买记啊，吼，啊，你甲我讲安尼，啊，万不离我若无和你签，是毋是我连过关都有问题啊？对，所以伊就担心嘛，结果爸爸就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，你就等于甲制作单位讲，讲我想要靠家己的实力来过关。因为我甲这句话转告予公司诶制作单位，就无搁再甲伊讲起着要签约唔签约的问题啊。是啊，所以伊一直对这句话呢，一直感念在心。吼啊，伊后来就真顺势毕业嘛，啊，就做红的，啊，就世界一直去走总歌单。我会记得伊迄个时阵，佮甲我讲，思安。你吼先伫广播界拍拼，啊，我先来歌大拼，我若成功的时阵，我再来甲你看成啊。哎呦，吼，结果这句话就讲了了，经过几60年后，几60年，几60年后，等无啦，有啦，2011年的时阵，
就甲我引进入去好几唱片。哎呦，等遮久啊！等有够久，小虎哥你骹手嘛较紧的安尼吼，互我等遮尔久啊。哎呀，毋过你头拄也无解说呢，你两个人是为什么会熟悉？啊，就是伫咧有当奖，迄个时阵伊比台语的，啊，伊介绍我劝说我入去比国语的。安尼哦，华语歌是安尼，但是我无过关。啊，是安尼。啊，但是阮当中也有一段非常感人曲折的故事。咱后一集再过来听。继续来讲，你当做聊天朋友。讲来讲到玩笑去啊。好啦，这意思代表讲吼，这先拜对咱少年辈来讲影响是真深，嘛。爸爸是真侪人的贵人啊。真正有影咧，对不？所以啊，今日咱们来听小虎哥唱歌哦。对啊，就来听伊的经典之作《春夏秋冬》。哦，除了这首歌以外咧，咱嘛有一首歌曲吼，是迄个少年辈甲迄个先拜甲文书的合作。哦，这首歌是王宗平所演唱的这个满水潮啊，写歌的人就是伊文书黄大军老师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咱今麦同齐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，好不好？来。春风伴阮流浪，孤孤单单谁人体谅？我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重。中秋月暝露水重，山顶的花网也已经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春风伴阮流浪，孤孤单单谁人体谅？我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重。中秋月暝露水重，山顶的花网也已经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？中秋月暝露水重，山顶的歌网也已经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？
生就敢有啥呢？脚悬嘛拼袂过天，年岁若愈大，愈无身体啊，药品会得着真宝贝。我随着我做人欠虚，规工世界甲人怨尤。我随着我无论地位，脚踏实地认真过日。莫想要逐工过年，到老有我来陪你。囡仔若愈大，咱是愈孤单，厝内平安就真可贵。我随着我做人欠虚，规工世界甲人怨尤。我随着我无论地位，脚踏实地认真过日。我随着我做人欠虚，规工世界甲人怨尤。我随着我无论地位，脚踏实地认真过日。年仔日吼，安尼暖暖的这个歌声，互我感觉到足温暖的，对不？对啊。春天哪会这么暖？系啊，所以吼，伫咧厝里来看咱的特别节目，真正有够好。是啊，足享受的。对，啊，若讲到吼，头拄仔迄个春天哪会这么寒，啊，咱听到这首歌曲吼，啊，想到一个人，嘿，就是。有无？康是康康嘛？定定咧模仿的洪英红，这是咱经典的歌王呢，对无？就是对洪一峰开始，啊，到洪英红，这算讲是一个歌王的迄个接力赛，交棒。真的。这个洪英红，这个大哥伊所演唱的歌曲吼，无迄个无红的，逐地拢经典，对，对无？对。唔通去唱哦，版权。咚咚，后来就刷来拢用念的有无？拢用念的会较俗。洪英红大哥，伊捌去过恁兜无？有啊，嘛是来访问，而且迄个时阵吼，我会记得敢若伊去互台有无？是秀场。哇，咱伫咧新春特别节目讲到这尔社会案件的哦。无，伊曾经有人要抢伊去做秀嘛吼，有这个老会事件。啊，爸爸做唔甘伊的，所以就有去甲伊看，包括伊去做兵啊，什么货。尾啊，我就伫咧阮爸爸的迄当时
电台节目成立一个红英红歌友俱乐部。真的哦，真的帮伊成立。啊，伊去做兵也好，还是讲伊迄阵受伤，啊，就有组织听众写批来对伊的关怀，啊，就送去互伊安尼。虾米？伊咧做兵的时阵，你已经咧帮伊咧成立迄个俱乐部啊？对，迄阵我在读册，啊，因为我嘛足介意伊的歌。哦，对。以前你看伊的迄个感觉有像咧看青春偶像迄种。当然啦，我多爱他，多爱他。嘿，阮英雄呢？阮英雄，娃娃对吧？江辉嘛讲阮英雄对不？好啦，啊，这无论如何吼，啊，伊后来呢一步一步安尼行到即马吼。伊嘛经过真侪无共款的阶段。哦，真的。系像讲我之前甲伊共一间唱片公司嘛，吼，拢伫咧华特唱片嘛，吼。啊，有当阵看到洪大哥一行入来有无？吼，啊，大家要食便当啊，当时要食饭啊，啊，就开始带大家祷告来祈祷，祈祷。哦，这个上帝在上吼，啊，即马输啊食，输啊穿吼。输我欠钱咩？无爱行来唔能行对无？啊，伊就是足虔诚的一个，真的基督教的教导就对了。真的，而且伊即马佫成立一个吼赖的群组，专门逐工拢甲伊的生命故事哦，伊会甲伊写出来了，啊，佫配合着圣经顶面有啥物话，啥物话。啊，来传教啊！是啊，足虔诚的。所以咱今日要来听洪英红大哥的歌，这首歌叫做啥物歌啊？青春这条歌，青春这条歌，无错，规章好好。慢慢听，慢慢行，阮若闻，阮若看，看一个花花世界这呢宽。有情有应也，有世俗有世寒。念咪好天，念咪好车大，像花开的繁华。有一日花蕊嘛会谢，春夏秋冬轮流，五彩缤纷不相变化。我已经是过去的。流过爱，流过恨，无底早。我也是迄个过去的我，青春一条歌，阮犹原继续在唱，你爱听的迄首。花开的繁华，有一日花蕊嘛会谢。春夏秋冬轮流，五彩缤纷不相变化。我已经不是过去的。无底早，我也是迄个过去的我，青春一条歌，阮犹原继续
爱唱，你爱听的彼首歌。今晚要来讲这个，阮公司的也给珍惜的，翁立友啊，立友哥，立友哥吼，我要来分享今仔日的歌叫做《拼命的坚持》。哦，伊拢足坚持的。嘿，这首歌曲是孔锵老师为伊所写的。因为孔锵老师甲立友哥因算足好的歌坛好朋友，伊就一直想讲要帮伊写吼，对伊的成名曲是。坚持，对这个坚持，搁来甲延伸发想，拼命的坚持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各行各业大家拢守成不易，为着这个守成不易，我们要更坚持、更拼命的对啊。对啊，而且伫2022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孔锵老师拄啊身体嘛较无好势，较有各样。但是咱立友哥吼，拢一直甲关心，伊就日后帮伊写的歌当中，伊嘛要写出着，其实立友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。对，这有影，这立友哥，对咱这较少年辈，伊嘛拢真照顾，真鼓励啦。对，伊拢甲我讲，大人呢，我甲你讲哦，假伊咩？我以早吼伫外口咧做外场的时阵，我拢上早到，我去买粮的，买槟榔，买薰，互所有的乐队的老师，会够做人啦。而且伊吼，佮足够甲人写迄种长头诗有无？对，甲你的名啦、主家的名啦、重要人士的名啦，伊拢会写长头诗，足够做人。伊会当去摆摊，帮人写长头。以后无做歌手的时，写春联啦，写四句，讲伊上早到，上晚离开。伊唱完了咧吼，伊也搁帮人安尼收收的，唱上了就搁。继续坚持甲找就对啊啦吼，就会当换来即马咧上晚到上早离开。你讲歌王你后，但是伊唔捌的啦，嘿啦。别，伊也是非常敬业，足坚持的这个人吼，所以拼命的坚持，即嘛教咱所有的朋友讲啦，做任何的代志吼，一定拢爱坚持。有影。我把的勇气，身躯害了责任甲道义，输归无分你也暝，风雨无分好歹天，家庭的支持，社会人情味，予我付出甘心甲。地壮志，坚定无放弃，望大家会团圆。勇敢就是一起，困难拢无提示，咱就是好兄弟。勇敢款的心，献出咱的情义。虽然无人会记咱的名字，嘛袂当来阻挡咱拼命的坚持。热情的男儿，满腹的勇气，身躯害了责任甲道义。
阮地创治，坚定无放弃，望大家会团圆。勇敢就是一起困难拢无提示，咱就是好兄弟。用同款的心，献出咱的情义。虽然无人会记咱的名字，嘛袂当来阻挡咱拼命的坚持。勇敢就是一起困难拢无提示，咱就是好兄弟。用同款的心，献出咱的情义。虽然无人会记咱的名字，嘛袂当来阻挡咱拼命的坚持。姐啊，你知影无？今年是啥物年？龙年啊，对，就是龙年啊，毋是麒麟吼，这有较短淡薄，参像麒麟。迷你版的啦。哎，啊，若讲到吼，这个龙年，就龙是代表讲吉祥的这个动物嘛。是啊。啊，若讲这个有真济艺名，嘛会用这个龙这个字，譬如讲迄个 water， 逐工拢咧喙焦要啉水，迄个 water 有无？李小龙，就有这龙，对吧？啊，后来还有这龙飘飘，不是龙，有凤飞飞就龙飘飘，对。啊，所以龙这个字一直到后尾，啊，还有一位天后，龙千玉，龙姐，啊，实在太厉害了。伊是安怎出道的啊？是讲咱刚有讲到吉祥话。哦，要讲吉祥话哦，跟龙有关系哦。对啊。太讲啦，什么龙互你，我感觉迄个拢无趣味啊，对不？我要讲安怎？我来讲一个龙嘛，用真正台语的这个音来讲，对不？龙年祝福大家，逐工拢是良辰吉日，你讲好无？水啊水啊！我家己拢感觉家己太搞啊啦，哈，我哪会这搞啦？哈，你就一个啊出来。嘿啦，啊你咧？啊我祝福大家龙年大赚钱。哦，真无创意。好话拢无嫌济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讲到阮龙千玉龙姐吼，我就来讲伊的故事。好。其实伊较早唱华语歌出道的时阵，伊叫做江玉琴，伊本名。哦，我想讲伊叫做江玉恒，就差大尾啊。啊，后来就是有改名，改做龙千玉。但是伊迄个时阵吼，伫伊咧唱华语歌的时阵哦，伊就甲叶大辉老师就真好啊。是。伊嘛捌去下面学唱歌，学一段时间。啊，但是伊伫到1987年的时阵吼。伊想要转型唱台语歌，是，所以伊就过去找叶大辉老师。是，迄个时阵拄有一首歌《不如卖熟悉》，不如卖熟悉，甲即阵拢是经典。然后迄首歌是作词者是郑毅老师，啊作曲就是叶大辉老师。但是吼，即首歌迄个时阵本来有一个足好的机会，就是华视的连续剧《红路18年》，小路18档啊，拢会使。这首歌被看上了，就是不如卖小塞被看上了。可是迄个时阵说因缘际会，倒无好势，因甲别个唱片公司合作，所以迄当时主题歌出来的时阵是陈小云翻唱的，陈小云翻唱的。对，啊，若无伊的原主唱应该是龙千玉啊，就是安尼阴错阳差，小闪心啊，对，所以若有一种着歌无着人。迄种的感觉，变做是歌红啊，结果人啊唔知影像啊。是啊，一直到后来无偌久了后，好几唱片就去找龙千玉、龙姐签约，佮签一个新的唱片公司，伊当然会佮倒转去找叶大辉老师，佮来看有啥物好歌无。啊，迄个时阵的叶大辉老师拄啊加张宗英的钱来呀，迄张宗英老师合作这首《输人毋输阵》，就作为伊家己后期的时阵第一张的主打歌。就是安尼啊，一直到即阵，你看屹立不摇，龙姐屹立不摇，毋仅是阮公司的一姐，嘛是会当讲咱台语的歌坛一姐，对啊，对，而且伊足温暖的呢。我今摆看到龙姐，我感觉伊安尼对安尼
就搞我照顾啊呢吼，啊无迄种偏好的迄架势啊。伊对这新人嘛拢真少。对。因为伊家己就是嘛，毋是讲一路安尼平步青云来，伊是慢慢累积，所以伊对新人拢特别照顾。当然吼，他带咱讲到这作曲的老师真重要，这叶大辉老师吼。你看这名吼，迄中午大吼，拢真高啦。你咧讲你了，大咧呢？是我哪敢啦哈，唔敢啦哈。我即摆咧讲的是另外一位，迄是正版的郭大成老师。哦，是。迄种坎章我就唔敢比啊。哇，伊的歌拢足特殊的呢。是啊。拢敢若像迄个用念的念歌呢。笑亏歌王嘛。所以较早吼，伫咧唱遐歌的时阵吼，迄是可能梁山兄恁爸爸迄个年代的时阵。应该搁较早，对无？以前有写真侪歌，譬如讲即马吼，即个可能国校大家拢会去学的一寡台语歌，吼名曲。经典，青蛙锁哦，对，平埔调，但是这作词的咧就是郭台成老师，伊真爱甲这个老百姓的一寡生活写入去迄个歌内面，做一个比较。譬如讲，别人的阿君啊，是穿西米露，哦，西装。阿君的阿君啊喂，是妹的青鹅。哦，伊这都。阶级之分啊！哦，因为较早是安尼是啦，以前就讲，敢若穿西米露的吼，就一定是较高级啊，较高级啊。啊，一般咧菜市仔内面呢，就是较市井小民安尼啦。啊，你做一下比较，流浪的什么，这魔术师啦，吼，棍头师啦，理发师剃头师啦，吼，这个咧其实拢是咧讲365度，只要你肯做知足，人拢会当吼出状元就对。啊，这几年啊，伊嘛有一寡新的创作。哦。吼，常讲有一首歌吼，叫做这个人生看头前。啊，这个就是要甲大家讲的，就讲做人唔通比较，唔通计较，永远拢爱向前看，是，对不？充满着正能量。啊，要来唱这首歌的人嘛真厉害。什么人？嘿，报告班长，内面的班长呢，杨庆煌大哥。其实伊一开始就是以歌手出身的哦，对啊，后来才去演电影、演戏安尼。对啊，所以咱今麦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，来。车轮，不是阮无打拼无勇气，现实的社会变难真，成功有条件，失败有原因。 输人不输阵，若有坚定的信心，歹天也会变黄金。 车轮不是
是阮无打拼无义气，现实的社会变难亲，成功有条件，失败有原因。啊，输人不输阵，哪有坚定的信心？人生有苦乐的生活环境，好歹总是爱适应。有人真富贵，予人欣赏；有人比咱较可怜。人生啊，人生。世间亲像来旅行，心肝着爱放好情，目睭着爱看头前，头前有充满着无限的光明。人生有感动的心路历程，大小脚步无一定。有人真轻快，予人尊敬；有人轻松较自然。人生啊，人生。世间亲像来旅行，心肝着爱放好情，目睭着爱看头前，头前有充满着无限的光明。人生啊，人生，世间亲像来旅行，心肝着爱放好情，目睭着爱看头前，头前有充满着无限的光明。
对你来讲，什么是幸福的代志？我感觉，食物件哟。安尼咱两个人共演呢，会当食就是好。真的好食、好困、好饱，人生上享受。好棒咧！真的啊对啦，对吧？那是讲吼，这个幸福的代志真多，对不？啊，不过啊，要找到迄个幸福的代志吼，有当阵哦，就需要有一寡阶段啦。啊，对。嘿，譬如讲幸福的说辞。对，你看，这就是 DJ 播音员，就爱串歌的，就是安尼。因为咱今晚要来介绍楚慧仁老师哦，幸福的锁匙。哎，楚慧仁老师吼，其实你若有定来唱歌，你就知影有一首歌叫做《妈妈》。妈妈，伟大才是你的名。对。好，妈妈。这比赛专用歌呢？对。作词者就是楚慧仁老师。作词就是。嘿，啊，伊过去家己嘛出过唱片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心爱嫁别人》。甲即阵哦，抑阁是东南亚地区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。啊，讲到楚慧仁老师，伊会当讲伊细汉的时阵吼，敢若讲毋是介好过。啊，所以就较欠发啦。伊若爱听歌，也是讲要爱看电视吼，爱去因兜的隔壁，啊，徛伫咧墙仔边，安尼看。啊，若当着迄连续剧新的连续剧出来的时阵，拢有一寡主题曲，伊嘛是天才啦。安尼听两三摆啊吼，歌词都会记啊，啊嘛会晓唱啊。佮较捌代志了，伊就对写歌啦、诗啦吼、诗词这伊做有兴趣，所以伊嘛伫咧咱的钱来呀，张宗英老师。伊遐学真济这方面的物件，是，所以伊后来虽然讲有几年的时间较无啥物创作，但是一直到前无偌久，伊佫有新的一寡创作，伊就增加真济较正能量的物件。真正太厉害了！一个人的这个音乐的才情，是要透过别人隔壁因兜窗仔看入去的电视，才有法度去学歌呢。系啊，这不简单。活在现代。就是社会新闻，有人偷窥，所以时代无共。这时代无共，你袂当去看别人厝的电视。所以佮兼乌空，糟糕，会叫人搞偷窥吼。啊，毋过哦，幸福这件代志咧，真正吼，每一个人幸福的代志拢无共。继续咱来讲这个人吼，伊嘛是自细汉的时阵，算是幸福嘛。对伊来讲吼，伊嘛有甲我讲过，伊讲虽然细汉伊就红啊，吼爱的歌吼，就突破着100万的这个销售记录，嘛算讲是啊，所有的这个囡仔歌手内面呢，无人会当超越伊的记录。伊就是吉啦。哦，方顺吉哈。方顺吉。我嘛有听讲伊做细汉，就是伊迄阵做红的，就开过演唱会啊。对啊。人山人海呢。嘿，啊，吉啦，伊就是讲，伊自细汉的直直咧唱吼，啊，毋过啊，当时阵伊嘛有真济欠缺，譬如讲童年。哦，伊就无童年啊。就甲别人较无共嘛，对无？社会是溜溜秋秋，吼，伊的迄块歌曲啊，大家拢会晓唱啦。是。啊，毋过有一段时间啦，因为唱过头去啊，啊就变做是，嘿，声音就较去磨损掉，啊，这中嘛磨损掉伊即个信心，是。真长的一段时间，是安尼弯弯翘翘安尼行来咧，嘛真正就无简单咧。好佳在伊东山再起，啊有真济贵人啦，好像讲。有一间这个唱片公司叫太极音乐哦，内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蔡宏勋老师，甲蔡宜如老师，两个人啊，咱算讲是咱台歌坛的神雕侠侣啦。是，两个人非常的搭吧，这个作词啦、作曲啦、制作啊，吼，帮这个方顺吉吼，佮入去迄个金曲奖的这个殿堂来。啊，有一首歌吼，甲秀兰玛雅的对唱，就是对这太极音乐内面制作出来，就是幸福的代志。哇！对伊来讲，即马家庭啦，就是这个囡仔，拢是上幸福的代志。是。无咱即马来听这两条幸福的歌。好啊。来。人生若像在唱歌，嘛亲像在播戏。有人唱招伫甲梦痴，有人点心碎刷刷去。应该珍贵，三顾演
日出，拢随在你。你就是快乐的开始，人生是幸福的锁匙。好话一句若歌诗，心过过放出蜜甜，祝福两边像开始，会别人嘛会家己。但愿苦运都会你行，好花嘛为你开，诚心诚意祝福你。人生若像在唱歌，嘛亲像在搬戏。有人唱招伫假梦痴，有人踮心碎刷刷去。英台银贵，三国演义，演到日出。拢随在你，你就是快乐的开始，人生是幸福的锁匙。好话一句若歌诗，心过过放出蜜甜，祝福两边像开始，会别人嘛会家己。但愿苦运都会你行，好花嘛为你开，诚心诚意祝福你。你就是快乐的开始，人生是幸福的锁匙。好话一句若歌诗，心过过放出蜜甜，祝福两边像过时，会别人嘛会家己。但愿苦运都会你行，好花嘛为你开，诚心诚意祝福你，诚心诚意祝福你。每一日有你的陪伴，对阮笑眯眯，温柔的笑容是上水的景致。依偎在你身边，有你疼惜一点一滴，怕你入梦是上幸福的代志。咱两人的甜蜜滋味，轻轻放在手中心。阮的真心化作亲情的奖励，今生注定的情缘，今世有缘爱相随，生生世世永远永远只有你。每一日
有你的陪伴，对阮笑眯眯，温柔的笑容是上水的经验。因为在你身边，有你疼惜一点一滴，予你日梦是上幸福的代志。咱两人的甜蜜滋味，轻轻放伫手中心。阮的真心化作亲情的情意，今生注定的情缘，今世有缘爱相随，生生世世永远永远是有你。咱两人的甜蜜滋味，轻轻放在手中心。阮的真心化作亲情的情意，今生注定的情缘，今世有缘爱相随，生生世世永远永远是有你。哦，逐首拢足精彩，你有感觉？我感觉足好听的。真的幸福。嗯这厝内面若是和乐嗯，和谐，对就是幸福的代对，志。无毋对。尤其这个翁仔某之间，嗯，互相若是会当包容、尊重，啊，袂冤家，这就是你来讲上大幸福。甲家己的切语啊？无啊，我哪有家己这个？我的表情是我尔轻松的对无？是是我尔自然，会当对我这个幸福表情，才知影讲我是小我细的人，是是是，你较冷静的。较认真的哦。咱继续要来讲牵手的代志。啊，对对对，嗯我小等下要介绍这首歌是杨哲的《贤妻》。嗯，啊，讲到贤妻吼，我就要来讲到杨哲真正这位太太吼。因两个人是伫微信的群组，哦去用友做伙。你讲到微信，我就知影讲，迄是因太太中国人，伊是中国福建遐个人。嘿，因红友入去微信嘛，啊，就伫内面开讲。所以无怪哦，阮大概若出去做活动吼，也是讲去电视通告的时阵，我就看伊拢一直伫遐滑手机、回手机。迄阵就是当咧热恋，啊，后来就是对群主讲到尾，然后变1对1嘛。啊了，因两个就有机会，杨哲就去福建要表演，啊，因就约出来见面。哎哟，偌浪漫的，约伫咧码头见面。啊，结果一个见面了，互相都有意。小等的，为什么你对这个细节拢这么清楚？你是咧缀伫尻川后壁咧？我拢伫现场，摕望远镜咧甲看。无伊拢会讲，其实伊拢会讲，伊拢会讲。哦，结果因就见面了，就蛮喜欢啦，彼此欣赏嘛。因为因太太生得真水哦，是，我拢定讲因太太生得介精致哦。我感觉伊娶这个某吼，因为因这太太本身嘛真够理财，是，啊嘛真够做生意。阮当着疫情是毋是咱有3年，对，拢总无通过，啊嘛无法度趁假嘛吼。对演艺界来讲足伤的。
啊，迄个时阵伊就登来做生意，就是直播带货，啊卖物件，卖一寡农产品，卖酸啊，创啥呢？啊，因太太拢一直陪伫伊边啊，啊，甲伊支持，甲伊斗相共，做小帮手。一直到即阵，生意嘛该稳定，啊，佮嘛生2个后生，所以我感觉杨泽娶到即个贤妻，真正是足幸福的。对，我家己嘛足有感受的。来，你讲要安怎学了你的贤妻？啊，看多一支，感谢贤妻一路以来对大人的疼惜甲照顾，感谢。安尼有辛苦无？足严肃。无啦，这是真正有影啦。但是人伊真正甲你伫后壁做夫妻吼，互你嘛控金的呢。你知影无？就是我有足侪代志，我拢袂晓的，啊，拢阮某咧边仔咧帮我做，会甲我袂晓的所有的即个缺点拢补起来。所以翁仔某就是互相来当互补，这是上介重要的。对。啊，当然，这个看手这件代志吼，这个夫妻要安怎互相斗阵吼，你千万不要问我怎么相处啦，因为我们都还在学习，然后要学习嘛，对不？但是总讲一句就是，有的时阵就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，有的时阵我进一步你退一步，安尼互相吼就当久久长长啦。对，我拄我才咧讲，咱两个第一摆见面，就是为着要去模仿的节目嘛，对，啊写剧本，我会记你迄阵就甲我讲，你当订婚。啊！你就是订婚了，啊，甲我约较暗，来和我讨论剧本。结果人即妈妈生2个啊！哦，目睭一个年，时间过足紧安尼啦。对啊。嘿，希望这就是我上路尾的婚姻。喂，你有想要话无？过年咱就是爱讲好话嘛，一定爱白条街路啦。嘿，一定爱吼。一定爱。啊，当然，这个看手情吼，咱煞来要来讲这首歌曲哦，这是陈怡婷要来唱的。哦。陈怡婷算讲较少年辈的这个歌手啦。是，嘛是歌唱比赛出身的。是，啊，我甲伊的这个缘分，就是嘛是伫咧广播节目当中，定咧甲访问。哦。我对这个查某囡仔吼，真正是足有印象。因为咧，我头一届吼，甲伊同齐去录影。啊，就看到伊一个人伫咧遐吼听音乐。啊，然后咧就足认真的哦，一张白纸，就开始写迄个五线谱，你知影？写谱。吼，写到咧袂输甲巴哈还是莫扎特啊？这么厉害！吼，啊，我就讲，啊，你咧写啥？讲，无我咧创作。这差不多已经10年前的代志。啊，因公司就是非常的鼓励陈怡婷，因为自细汉就学钢琴，叫伊会当开始创作家己的歌曲。行才女的路线。对，啊，不过伊后来嘛是有甲我坦白讲，台语歌真正无好写。有影，迄个拗韵。对啊，啊有真侪这颠倒音的问题啦，等等。我那是爱请教资深的老师，对，有一位老师对来讲是非常重要嘛，真甲疼惜的。就是陈伟强老师、陈伟强老师，两个人自从合作了咧，伊就开始有一位这个金曲奖咯。哦，所以啊，陈怡婷嘛，算讲是非常的了不起。是啊，一路足坚持的啦。你到即马伊的创作咧，会当对伊的作品内面，看到伊这创作的比例是愈来愈悬。不过有真侪歌曲拢是甲陈伟强老师的合作，或者讲陈伟强老师帮伊写的。是，所以刷来。就是帮伊来写这首歌，甲牵手有关的牵手情。是，无等即嘛来听这个牵手的2条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是一个温柔的贤妻，为我孝尽青春换一个家，为阮无眠无日无半句话。你讲夫唱妇随，你无后悔。你是一个善良的贤妻，为着囝儿前途放弃美丽，为因出早入暗，你拍风吹，为着咱一个家，你无怨无悔。
善良的献切，为着囝儿前途放弃美丽，为因出差日晚日拍风吹，为着咱一个家，你无怨无悔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三生有幸甲你做伙，对你讲过山盟海誓，无论偌多轮回，嘛爱兑现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感谢有你付出一切，你的委屈我拢体会，今生的日子有我来陪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三生有幸甲你做伙，对你讲过山盟海誓，无论偌多轮回，嘛爱兑现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感谢有你付出一切，你的委屈我拢体会，今生的日子有我来陪。钱无算底，感谢一路有你来陪。不管酸甜苦涩，也是你把风吹。欢喜悲伤，咱做伙度过。不捌计较付出有偌多，只要甲你平安来过。总会有一日，咱会头望水树尾，相爱的心也是百种花。用我的手将你牵条条。用阮的心听你袂变调，就算大汉袂记了了，我嘛知影你会牵阮到老。用阮的手将你牵条条，用我的心爱你爱到老。今生也是以后，我犹原将你牵条条。
计较付出有偌多，只要甲你平安来过，总会有一日，咱会头毛吹树白，相爱的心也是百种花。用我的手将你牵条条，用阮的心听你话变调，就算到袂记了了，我嘛知影你会牵阮到老。用阮的手将你揽条条，用我的心爱你爱到老。不管今生也是以后，我犹原将你牵条条。用阮的手将你揽条条，用我的心爱你爱到老。不管今生也是以后，我犹原将你牵条条。不管今生也是以后，我犹原将你牵条我感觉真幸福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我会当将这个歌咧介绍给咱所有听众朋友。只不过吼，像有当中有一寡感慨，就是讲因为即摆少年家吼，会晓讲台语的人是哪会哪少，对，好加在，咱还有公司台语台，是，尤其新所爱歌这个节目，会当算讲是咱全台湾目前吼唯一一个就是专门咧访问到咱。台语的创作人，的这个专门的节目，来讲伊的历史、伊背后的故事，个台语趣味的所在伫咧倒位。其实台语这个学问是真深嘛，系啊，像讲这个50岁，佮重新找找到歌手之路的苏明渊老师，苏明渊老师，对，伊以前有一个艺名，叫做苏儿珍。迄个时阵敢若出华语歌对不？对，伊是华语的歌手。不过伊的母语就是讲台语啦。所以咧，伊是到这个中年以后咧，就开始佮走找转来家己的这个台语歌手之路。所以就是爱唱歌。第一疫情的迄几冬吼，伊是做律师嘛，后来拢去做律师啊，也拍官司啦，等等。有着真深的感受，就是讲伊甲这个这个官司的案件有真侪来写做歌，所以先推出迄个善良的歹人，这个专辑马上摕到这个金曲歌王。疫情期间，伊马上佮推出的有一首歌叫做《尴尬》。但是用汉字写，你看迄两字吼，叫尴尬啦，尴尬，这实际上是尴尬。你感觉安怎？你感觉安怎呢？吼，算疑问句、疑问句，对不对？像讲这咱台语有足侪字，拢是安尼，共字无共款的音。是，譬如讲，伊若写感觉，我就来写一个芳香，嘛袂歹啊。真芳的香啦，真芳的香啊，对吧？听看起来是香香安尼啦，吼。对所以这台语真趣味。路途弯弯弯弯，看无终站，细做大摇。
嘴仔扎着面容，扎着笑容，扎袂着希望。未来茫茫渺渺，天边海角，互相安踏。孤鸟飞过千山，才对着路，找着伴。感觉辛苦，感觉流浪，感觉多强，敢免原谅，感觉。甘好绝望，感觉反抗，甘免守护。人生起起落落，失败趁早，成功无嫌晚。明仔载的笑声，敢会伫遐？看你感觉，感觉。感觉流浪，感觉多强，甘免原谅，感觉不忘，感好绝望，感觉反抗，甘免守护，感觉。感觉承担，感觉控诉，感觉辩护，感觉匆忙，人连觉悟，感觉打做，感好一命。感觉，你感觉，我即马要过来讲趣味的台湾话，小等人要听的这首歌，这是由郭一男老师所写的。啊，郭一男老师吼，伊嘛袂少岁啊，袂少岁啊，真正袂少岁。伊即马还搁伫安平咧表演呢。真的哦。是，而且嘛一直拢唱台语歌咧推动。哎，伊其实早期吼，伊含文夏生呢，甲洪一凤生呢，拢差不多迄个时阵出道的。
伊家己搁创办南青唱片。哦，南青唱。南青唱片迄个时阵，捧红足侪人的哦，像王秀茹啦，啊，搁有即个林峰啦，啊，彭水娥。哦，林峰是迄个喂，不是啦，伊是唱古皮箱的流浪人。哦，你开着好。啊，所以，但是后来吼，当着台语开始受到限制，包括一直咧推动所有的国语，吼，就影响到伊的唱片的发行嘛。愈来愈侪人感觉讲国语说国语才是有水准，哦，若讲台语就是个无水准啊。所以又经过迄段时间，是，伊嘛真感慨，伊就讲吼奇怪啊，较早吼日本人咧甲咱统治的时阵，统治咱50冬，咱家己的人搁袂排斥讲台语哦。对。但是为什么国民政府来吼？迄阵统治差不多无到20冬，说大家会藐视台语。哎呦！所以伊一直感觉足郁卒的，对啊。所以后来，搁再加上唱片就一直行下坡，伊就渐渐就较无咧出，无咧出了，伊好佳在伊就是还是喜欢表演，爱表演嘛，伊就募集一个团员，啊，大家就去训练乐器，带因去日本做表演。哦，佮走去日本哦，这国际性啊咧啊。是，伊足爱研究台语歌，吼台语词，伊就甲家庭啊啦、关庙啦，有一寡真特殊的迄口音吼，啊，写，嘿，写做一首古水的台湾歌。哎呦，那讲到吼关庙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就讲早时啊挂菜篮来去菜车买菜，迄边较早的腔听讲叫做吼。早时啊，赶赛哪来去赛时啊买菜？对，包括有迄个哒哒哒，还有哒，哦，对，足趣味。所以吼，这台湾话就是一定爱传承啦。有时阵咱是透过音乐、透过歌谣，或者讲透过这个文章，透过这个咱主持的节目，啊，你听人咧，咱搭喙鼓啦、四句联啦，这拢是咱文化的精神呢。对，所以我嘛希望讲少年人也是爱继续传承台湾话甲台语歌。即马其实资源已经真济咯。对，就是看公司台语台。对啊。对，做学习，对啊。安尼咱今日有广告拍着啊。是。关于小姐的别往来，国子个少年代，讲谁一搭我都唔通假设，假往来啥世世，往来一见讲说好事，讲唔通输嘅，啊我嘛解释，啊黑白假说，啊输个可以起晒晒。个小孩孩，讲顺赛赛，白白互我睇，睇呀睇往来，啥世世个啥世，个再来有海山啊，家庭小小讲来达，好达，你来这达，唔免偏帮一个你就知达。鱼呀，就是来自长大，大面汤汤的真好食大，头家无伊个我来当大，我只是爱讲大，讲好大，你要汤就予你汤大，伊打我打，古水的家庭小姐得叫我大。关着小姐的别往来，古子个少年代，讲说起杂我都唔通假说，假往来啥世世，往来一见讲说好事，讲唔通输嘅，啊我嘛解说，啊黑白假说，啊输个可以起晒晒。个小孩孩，讲顺赛赛，白白互我睇，睇呀睇往来，啥世世个啥世，个再来
海山淡，家庭小姐讲来搭，好搭，你来坐搭，唔免偏忘一个你就知搭，伊啊真醒来煮汤搭，蚵仔大面，你汤汤的真好食搭，头家无伊个我来汤搭，我一时会讲搭。讲好搭，你要烫，要互你烫搭，伊搭我搭，古水的家庭小姐在叫我搭。以前你听你咧主持节目逐工拢有这足侪听众朋友敲电话点歌对无？对。好，你一路你对所有的这个歌单有当阵个人咧要点唱呢？你的节目搁会家己唱？是啊，真辛苦。即摆拢爱，即摆几乎吼拢是主持人咧唱歌咧，毋知？就是足济。阿姊的红婿叫几乎嘛。好啊，无好笑。几乎。对啦，基本上拢是安尼先啊，是哪主持哪唱歌。对。哦，你看这个台语歌吼，遮尔济歌呢，要安怎竞选？即马还有少年辈的对无？你感觉台语歌即马上互人感觉到这个有危机的所在伫咧倒位啊？就是传承的问题。对嘛？就是讲少年人一定爱讲台语学唱台语歌，对，传承落去。对。而且我感觉吼，一定爱讲正确的台语，对，因为足侪人吼，迄音拢串拢唔对，心讲心，哇！你即马加重保体咧讲心吼，闭口音，对，吼，迄个合顿音啦，对，足侪人袂晓讲正确的台语，所以一定爱看公视台语台来学台语。除此以外咧，还有一寡吉祥话用台语讲，迄是我尔水气的，对无？比如讲，我要祝福咱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，伫咧全新的一年咧，好事双双。好听好听。这首歌因为刷了要介绍，我感觉会当摕来这祝福人。系啊，真好啊。你嘛用歌名来祝福大家一个。我这是要哪讲？我要介绍山野花呢。祝福大家生山野。喂，别乱讲啦！祝福大家春暖花开。哎呦！开花结籽，爱听山野花，水吼。果然是这个神拜就是神拜，这个可袂倒得掉。山野花这首歌是谁唱的？林山唱的。卡头远就爱卡林山。我这首歌好事双双是吴凡老师伊所制作的，伊所写的吼。伊写足侪好歌的，感谢无情人啦，还有这个练武功伊嘛有作词啦，是真厉害老师。你甲伊合作过无？有，我嘛捌和伊合作过。好斗阵的。你的迄条歌《山野花》是啥物人制作的？啥物人写的？是蔡香怡老师所写的歌，伊作词。是这首歌伊主要就是咧感谢故乡的士大人，表达着伊感恩的心。尤其咱讲到过年过节，一定有足侪人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无法度转来台湾，就无法度甲厝内面的人团圆嘛。所以不要紧，会记你敲电话、敲赖吼，会当甲厝内面的人，佫会当兼视讯，保持联络。虽然咱的人袂当到，但是你的心、你的关怀、你的温暖、你的祝福，会当透过着即卖的科技，送来到咱上心爱的人，的即个眼睛啊，或者是讲耳孔内面。真赞！无咱即马吼，赶紧来听这两条好听的歌曲，好事双双，还有一首歌叫做《山野花》。思念着花蕊轻香，希望中多再开一丛。难忘的故乡，经历做爱的心，
爱的人。打开心窗，山野花开满丛，阿爸甲阿母欢喜丰收予你同，牛饲阮大汉，草路不轻放，感谢一生做爱的人。思念着花蕊清芳，希望中国再开一丛。难忘的故乡，经历做爱的心，爱的人。打开心窗，山野花开满丛，阿爸甲阿母欢喜丰收予你同，牛饲阮大汉，草路不轻放，感谢一生做爱的人。打开心窗，山野花开满丛，阿爸甲阿母欢喜丰收予你同，牛饲阮大汉，草路不轻放，感谢一生做爱的人。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你的情，予阮真怀念，日夜来思恋。酒杯香悬悬，好事双双，甜甜的手祝福咱。人海中茫茫，有你相疼痛，我会为你来勇敢，无需要来操烦，我无奈心不酸，我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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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开选将阮人。你的人，你的心，你的情，予阮真怀念，日夜来思恋。酒杯香悬悬，好事双双，甜甜的手祝福咱。人海中茫茫，有你相疼痛，我会为
等你等你，成功开选将阮来。今日真欢喜呢，对吧？尤其我跟你熟悉着安尼嘛，已经十几年咯，对吧？啊，想袂到讲今日吼，咱头一届安尼吼，会当这样啊，嘿，彻底的合作，是，对吧？希望讲后一抓啦，是，对吧？就爱拜托公司台语台，搁继续，对，对不？是，找咱两个。啊，还有咱还有做者故事八卦还袂讲出来，就是要留下一手哦，人客啊。哎呦喂啊！好了，啊，因为过年，所以八卦都无要讲，对不？过年结束了，咱这是一个正经的节目，对啊，真正经，看找阮两个就知影拢偌正经的咧，我吼。所以咧，最后嘛爱正经来祝福大家，对无？安尼上落尾啊，咱就要祝福咱所有公司台语台的这个观众朋友咧，大家新春快乐！